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是馬同行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讀一節經文。如果我哋睇到佢嘅原文的話咧，會覺得奇怪同埋唔係好明白嘅。呢個就係撒迦利亞書1章14節。我為耶路撒冷、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。如果按照希伯來文直譯，其實可以翻譯成為我極其嫉妒耶路撒冷。好多人嚟到呢度，第一個反應就會問：神都會嫉妒？乜嫉妒唔係罪嚟嘅咩？原來希伯來文呢一個字，除咗可以翻譯成為嫉妒，亦都可以翻譯成為熱心、忌邪、盟約中嘅忠誠。所以呢度唔係話神羨慕其他人，而係話神極其看重佢同埋佢百姓之間嘅盟約。打一個比喻，呢個就好似一個忠於婚約嘅丈夫或者太太，佢嘅嫉妒唔係自私，而係因為佢好深愛自己嘅配偶。但係嚟到呢度，可能我哋會諗另外一個問題：如果神真係咁愛以色列，點解喺約拿書裏頭佢又咁憐憫尼尼微城呢？如果我哋知道個背景，就知道尼尼微城係亞述一個好大嘅城市。假若尼尼微城嘅人去悔改，咁好容易會令到亞述當時處於內亂嘅狀態嘅下邊，可以重新得到復興。如果假若係咁，就會成為北國以色列一個好大嘅威脅啦。如果神對約民有特殊嘅愛，咁佢係咪同樣都愛萬民呢？如果佢願意萬人悔改，點解聖經裏頭亦都談到有揀選呢？呢啲問題咧，幾百年嚟都係一直基督教神學討論嘅重要課題。有啲朋友仔咧睇到呢度，可能會講：所以你哋基督教根本就係自相矛盾咯。甚至可能有人會講：反正都係咁樣講、咁樣解釋噶啦，到頭來你哋咪又係 short 咗雙。咁所以咧，呢個真係好值得回答嘅問題。我想咧先講。真正嘅矛盾同聖經裏頭嘅張力其實唔係同一回事嚟嘅。嗱，真正嘅矛盾，譬如話神愛所有人，如果佢同時又完全不愛任何人呢？假設呢兩句話喺完全相同嘅意思下都係真嘅，咁就真係矛盾啦。咁但係聖經好多地方就唔係咁樣去表達出嚟嘅喎，例如神完全公義，神完全慈愛，可能會問：乜兩者可以同時存在嘅咩？可以啊，答案就喺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上邊咯。十字架唔係取消公義，同樣佢亦都唔係取消慈愛，佢係兩者同時嘅彰顯。同樣，神對萬民有憐憫，又對約民係有約盟之愛。呢兩件事本身可以係唔需要互相否定，只係從唔同嘅角度，我哋睇見神豐富嘅性情。但係可能我哋好快就會追問：咁到底神同時點做到呢啲事情嘅呢？嗱，嚟到呢度就真係坦白講，聖經呢就真係冇完全交代晒所有嘅細節。喺我嚟講咧，呢個就唔係逃避問題，而係本身聖經留落嚟嘅張力。有趣嘅係咧，譬如話保羅喺羅馬書9到11章，佢用咗3章嘅篇幅去討論神嘅揀選啦、以色列外邦人嘅救恩。嗱，照道理嚟講，佢最後應該將所有嘅問題都好圓滿咁解答，但係冇喎。保羅最後講嘅係咩咧？深哉！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，他的判斷何其難測，他的蹤跡何其難尋。保羅研究得越深，最後唔係越自信，話自己乜都知道晒，而係越敬畏，越謙卑。呢個都令我諗起另外2卷嘅智慧書，約伯記、傳道書。約伯一直咁去追問，點解我要受呢啲苦？神冇將所有嘅原因話俾佢聽。傳道書入邊傳道者都有講，萬事之理離我甚遠。聖經從來冇鼓勵我哋停止思考啊！但係同樣冇鼓勵我哋以為我哋
嗱，你再努力多少少，咁你就可以將所有神嘅奧秘都解開晒㗎喇。所以咧，我反而認為成熟嘅信仰唔係將每一個問題都解答得滴水不漏，而係喺神已經啟示嘅地方，我哋努力去認識、去查考、去研究。喺神冇完全啟示嘅地方呢，我哋保持嗰一份嘅謙卑敬畏。不過咧，我都想提醒自己，亦都同大家一齊勉勵啊！有啲時候可能我哋確實好快就會講呢個係神嘅奧秘，咁就 KO 咗一條好值得我哋去深入思考嘅問題啦。真正嘅敬畏，在我嚟講，就係如果值得研究嘅，應該研究嘅，就好好去研究。如果真係睇唔明，係有限制嘅，就承認啦。唔知你同唔同意呢？最後呢，我將我其中一句好喜歡嘅句子呢，同大家分享。神學不是將所有嘅奧秘都消除，而係讓我哋越認識神，就越敬畏神。或者真正嘅成熟唔係我哋終於完全咁樣理解晒神，而係我哋開始明白神永遠比我哋能夠理解嘅更偉大。咁好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喎。咁咧，我哋下次我哋再傾啦。咁咧，歡迎你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拜拜。